香港仔，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或者去過呢？我住咗喺呢度接近20年，一直同港島以外嘅人講自己住邊嘅時候，都話喺海洋公園隔離。最多人對香港仔嘅印象就係魚販街。香港仔喺開埠之前已經有艇戶漁民居住，所謂靠山食山，靠海食海，所以香港仔都喺開埠之後就發展漁業至今。而大部分香港仔嘅居民都會稱魚販街為天光墟，最主要嘅原因係天光墟嘅魚販、客人同埋最新鮮嘅水產都由4、5點開始開鋪，去到9點、10點就會閂門㗎喇。由於我屋企咁啱可以望到樓下天光墟，之前試過凌晨望落去已經係燈火通明、人山人海。不過由2023年11月開始，食環署加強執法，監管冇牌照嘅魚檔。牌照主要分成小販牌照同埋賣魚許可證。簡單介紹就係小販牌照可以賣魚，而賣魚許可證就可以劏魚或者處理內臟。而全部檔家都係有小販牌照嘅，但係賣魚許可證嘅申請就好難啦。咁樣形成咗俾賣唔俾劏嘅現象。以往食環署都冇特別因為唔俾劏魚而作出檢控，但係23年尾可能因為連續收到幾單投訴之後就加強執法。幾乎一收到告票就要停業，令到部分店家索性唔做，費事要自己擔驚受怕。我有對以上嘅問題向其中一檔嘅店鋪作訪問，我問咗佢3個問題，分別係俾賣唔俾劏嘅影響、客流量有冇減少，同埋而家申請劏魚牌嘅難度。通常咧嗰啲客咧就包你去劏魚，先拎翻屋企㗎。如果你拎到翻屋企劏咧，劏魚咧嗰啲魚咧係一來唔新鮮，二來咧。佢劏到咧成個地下、成個廚房咧，就係魚鱗啊、汁啊咁樣。都有而家嗰個流量咧就少咗，大概係一半到差唔多。以前咧人哋山埋海啊，好多時都會好嗰啲外邊咧出邊嗰啲區咧係慕名而嚟嘅。而家就少咗好多啦。非常繁複，你經過好多部門，經過好多審批，要等佢哋回覆，同埋各樣嘢都要等佢哋批咗先，我哋先做到呢個劏魚嘅工業。可以見到店主嘅無奈同埋有心無力嘅感覺。其實咁樣可以算係扼殺天光墟嘅存在，但係咁樣做真係可以解決到問題咩？天光墟由開埠以前已經存在，歷史可想而知嘅悠久，更加可以吸引到遊客。其實會唔會係用其他方法去處理，例如係豁免或者規劃，從而可以去保育到呢一份漁民嘅文化，仲可以藉此去推廣旅遊業。商場全球都有呢一種流傳嘅文化，先至係值得保留同埋發展嘅。不過現階段嘅我哋做到嘅嘢唔多，我哋只能夠珍惜當下，去享受仲有嘅嘢，唔好有等到冇咗或者就嚟冇先至去惋惜。